看这个天气反热，用电量嘛大大来增加。讲因为台湾的电价上俗了，所以台电当年都咧了钱。啊，讲这个电价至少都要调起18%，才有机会来拍平。早起有真侪环保团体联合来开记者会，讲要大声处理的是台湾的工业用电。讲一度平均价2.4块，全世界排名第6俗。参这个中国的电价都比咱较悬。环保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调起用电大户的电价。啊，经济部长王美花是来回应讲，调整电价要透过审议委员会来讨论。部长嘛来承诺，会以照顾民生为第一优先。用电副省长高耗产业欢迎出走，高耗产业欢迎出走。环保团体徛伫行政门口向政府发声，因为台湾电钱无调整袂使，初步估计每一度爱起18%台电才会赚。啊，若根据台电资料，总全台湾用电创新权来到3926.6万度，其中佮以半导体、电子零组件、基本金属制造业等等，用电量比去年提升1成，增加93.7万度。环团嘛呼吁政府要起电钱，就要起大户才会公平。因为我们国家呢一直都有一个错误的能源政策，就是他们是以需定供，也就是不管你产业需要多少的电，你们提出来，我通通答应你，我就提供多少。这种以需定供呢，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掌握，包括说自己国家的环境的承受力有多少，这些他们都没有去做。进前为着海草大公道世界走状的潘中正，骂政府无应该破坏环境，来补贴用电量大的工业大户，安尼才会互环境因素无法度最好。会安尼讲是因为台湾的工业用电真正足俗的，来看各国的电钱，上加是瑞典，说的是美国、丹麦、芬兰、匈牙利，台湾排第6，每一度电平均2.4块新台票，和中国比起来更加俗。王美花强调，27号要开电价审议委员会，会决议7月电钱，卖注意到对民生无个影响。就经济部来讲，就是几个因素，他们应该都会去考虑，包括国际原料的这个高涨，他们中油台电的财务成本，以及对于我们稳定物价、照顾民生几个方面呢，会一起去讨论。一切待等27号讨论后定案。不过进前工商协进会营务理事长林碧峰讲，若是敢若起大户，安尼制造业得离开者，环保含金部免怎拢顾会好势，互外界拢伫咧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